黑洞洞子，这哪是现在这个样子啊？再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对，往前推。我想有些天气变了，我他妈的真的。哎呦，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东西啊！你这晕吗？是啥呀？不是晕吧？晕的话就这样。那他们见过这个地方，我还是瞎开的。厉害了，大了，现在撑不下了这个里面，我。坚持开了。